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7月29，咱做伙来读《传道书》第7章到第1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7章，好名声也过好的朋友，人死的日比出世的日较好。去松树的家比去阎罗的家较好，因为死是正人的结局。活人嘛着将这个代志藏伫心内。忧闷比笑较好，因为面带忧容对心有好处。智慧人的心伫松树的家，愚戆的人的心伫快乐的家。听智慧人的责备，比听愚戆的人的称赞较好。戆人的笑，亲像鼎的烧匙仔在倒的声，这嘛是功夫。恐吓此财，为互智慧的人变做戆，贿赂为互人的心腐败。代志结局比代志的开始较好，吞忍比骄傲较好。毋通随便生气，因为生气是愚戆。毋通讲是安怎以前比现在较好，安尼问是无智慧。智慧甲家业拢是好，对于活伫日光下面的人拢有利益。因为智慧会指引人，钱银嘛会指引人。毋过，只有智慧会保全有智慧的人的性命，这就是有知识的好处。你着想上帝的作为，上帝互伊冤的，啥人会当互伊得？顺境的时着欢喜，患难的时着想，这两项拢是上帝的作为，是要互人查袂出将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伫康复的人生，我有看到，有义人最好颠倒灭亡，有歹人最歹颠倒食长火寿。毋通过头最好，毋通过头聪明，那着毁灭家己。毋通过头最歹，嘛毋通做戆人，那着时未到就死。你掠条这条，迄头嘛毋通放弃。敬畏上帝的人，会晓双头兼顾。智慧会互智慧的人有能力赢过城内10个掌权者。世间无一个只有行善无犯罪的义人。别人讲的话，毋通拢藏伫心内。你可能会听到你的仆人甲你咒骂，因为你家己知，你嘛捌真侪遍咒骂别人。这代志我捌用智慧试验。我讲，我要做有智慧人，毋过智慧离开我真远。智慧远阁深，敢有人找袂到。我一心一意爱知、爱查考、爱追求智慧甲万有存在的理由。通知邪恶是愚戆，愚戆是癫狂。我阁发现，歹的查某人比死的较恐怖。伊是活头，伊的心是罗网，手是索人。上帝以爱的人拢会当闪避，毋过邪恶的人会互伊掠着。传道者讲，看咧，我爱知万有存在的理由，一项一项甲伊比较，就找到这个。我一直在找，还找袂到。伫1000人的中间，我找会到一个查甫人是正直，毋过连一个正直的查某人拢找袂到。看咧，我只有找到这个，就是上帝创造的人本来是正直，总是因想出真侪诡计。第8章，啥人真正有智慧？啥人会晓解说代志？人的智慧，互伊的面有光彩，嘛互伊凶恶的面改变。着守王的命令，因为你有记上帝宣誓。伫王的面前，毋免惊。毋过说面若歹，着赶紧离开，因为伊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王的话有权，啥人敢对伊讲，你咧创什么？
守命令的人袂拄着灾害，智慧的人看清楚时势，嘛会晓判断。虽然苦难常常缀伫人的身上，毋过逐项事拢有伊适当的时甲结局。伊毋知将来会发生甚物代志，嘛无人会当甲伊讲将来会安怎。无人会当支配家己的性命，嘛无人有权决定伊死的日。即款生死的挣扎，人袂当避免，罪恶嘛袂当救最歹的人。遮个我拢有看到，嘛专心查考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。有时即个人管辖别人，结果害着家己。我看到歹人受到隆重的埋葬，送葬的人对墓地倒来，已经袂记得迄个人伫城内所做的歹代，这嘛是空虚。做定了无随时执行，世间人才会大打做歹。做人做歹100遍，要求食长火寿。毋过我确实知，行为上帝的人，因为心存敬畏，最后会得到福气。总是歹人袂得到福气，亲像影真紧就无去，因为伊无敬畏上帝。伫世间阁有一项空虚的代志，就是义人拄着歹人所受的报应。歹人得到义人应得的报赏，我讲这嘛是空虚。所以我鼓励人享受快乐，因为人伫日光的下面也食也啉，是上大的享乐。这是上帝互人伫日光的下面打拼应该得到的享受。我专心追求智慧，搁观察世间所发生的代志，甚至暝日拢无困。我有看见上帝一切的作为，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的代志，人拢找袂到发生的理由。人无论安怎敲找，拢找袂到。连有智慧的人，虽然想讲伊知，嘛找袂到。第9章，我将这一切的代志藏伫心内详细想，就知义的人甲智慧的人，以及因的一举一动，连听甲恨，拢伫上帝的手内。人袂当大成灾，正人的命运拢同款。义人甲邪恶的人，好人甲歹人，清气的人甲无清气的人，献济的人甲无献济的人，拢相款。好人安怎，罪人嘛安尼。咒詛的人安怎，毋敢咒詛的人嘛安尼。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，有一项不幸，就是正人的造物拢同款。世间人的心充满邪恶，我的是心内癫狂，最后拢得死。人要我就毋茫，因为我会到比死的使较好。我第一人知因会死，死的人什么拢毋知，嘛袂阁得到报赏。因的名无人会记得，因的痛，因的恨，因的怨妒，拢已经消失。伫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，永远无因的份。做你去，欢喜食你的饭，快乐啉你的酒，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你所做。你着不时穿水的衫，头壳着常常抹油。伫你一生空虚的日子，就是上帝使你伫日光的下面空虚的日子，着甲你所疼的某快乐过日，因为伊是你在生伫日光的下面打拼所得到的福分。你的手应该做的代志，着尽力去做，因为伫你要去的阴间，无工作，无计划，无学习，嘛无智慧。我阁看到伫日光下面熬走的不一定会成功，有力的不一定会较赢，聪明的不一定得到美牛，明理的不一定会好业，有学识的不一定受看重。
因所拄到的，拢在伫时甲机会。人的时，家己毋知，亲像鱼不幸，互网网着，鸟互落网挡着。在的复原到的时，世间人含落迄内面嘛是安尼。我看到日光的下面有一项智慧，照我观察真特别。有一个真细的城，迄内面人真少，有一个强的王来攻击、围困，搁起悬的土堆甲伊攻击。城内有一个善者，较有智慧的人，有用伊的智慧救迄个城，后来无人记得伊。我讲，智慧赢过气力，总是善者人的智慧煞互人看见，伊的话无受重视。智慧的人轻轻讲的话，比戆人的头目大声嚷较有人听。智慧赢过高震的武器，总是一本失策，会破坏真侪好事。第10章，死去好神，互规罐香油发出臭味。小块牛戆比智慧甲尊贵较有力。智慧的人的心正路，牛戆的人的心偏路。牛戆的人欠缺智慧，连出门嘛沿路显出家己是戆人。掌管者若对你发生气，毋通离开你即位，因为冷静会当互你避免大过失。我看到日光的下面有一项不幸，是掌管者造成的错误，就是安排戆人坐官位，好野人坐低位。我看见萝卜骑马，贵族亲像萝卜行路。骨合起的人为家己跋落迄内面，拆墙的人为互蛇夹着，拍石的人为互石伤着，破柴的人为互柴攻着。宝头盾若无磨互内，就着加出真侪力。活用智慧为前人成功，人蛇的要袂人就互蛇夹着，伊就免过人。智慧人讲话人人喜意，牛戆的人开喙，家己也知的。戆人开喙讲戆话，到尾变笑话。戆人教话，话讲袂煞。人毋知将来会安怎，伊死后发生的代志，啥人会当甲伊讲？戆人出戆力，拼甲神斗斗，连入城的路拢找无。若囡仔做王，官场透早就得联络。迄个国家有灾害啦。若尊贵的人做王，官场照时啉食，毋是因为好酒，是为着要得到气力。迄个国家真有福气。扁担厝挂话落落去，手无爱叮当，厝袂漏。宴席互人欢喜，酒互人快乐，钱银解决万事。毋通咒诅君王，连想嘛毋通。伫房间内毋通咒诅好野人，因为空中的鸟仔会传播即个消息，有实个会传话。第11章，将你的米粮放伫水面，互伊流去。过一段时间会搁得到。将产业分做7份还是8份，因为毋知将来有啥物灾难。云若有水汽满满，雨就摒落地，
树人长南还是黄白，倒伫什么所在就定定伫遐。看风色的人袂去夜景，观察天色的人袂去收挂。生命的活气安怎伫老母的子宫成做形体，你毋知。创造万物的上帝的作为，你嘛毋知。早起时伫夜景，到下暝时手嘛毋通停，因为你毋知会结束的是即个，还是迄个，还是两个拢会结束。光实在真好，目睭看着日头真欢喜。人活偌久，就快乐遐久。毋过嘛着记得黑暗的日子，因为黑暗的日子活真久，要发生的事拢是空虚。少年人啊，着伫年轻的时欢喜快乐，伫少年的日，照心所喜爱，目睭所看见的去做。总是着知，为着这一切，你着对上帝负责，着将超凡对你的心扫除，痛苦对身躯除去，因为青春无久长，拢是空虚。第12章，着伫少年的时纪念创造你的主，伫年老痛苦的日还未到，就是你所讲我无快乐的年还未来以前，日甲光、月甲星还未变暗，雨落了乌云还未过来以前，迄时故事的人皮皮喘，有力的查某人翘久，下无的查某人减少煞停工。对窗仔伫看的附近人，目睭圆圆。窗街路的大门关着，下无的声若细声，鸟仔伫吼的声强要听无，查某囡仔唱歌的声都要点去。人行爬悬，行路里危险，毋敢出门。杏树开花，草莓肥甲袂跳。药情衰退，人倒去永远的厝。规阵丧葬的人伫街路遐哪行哪吼。伫银链仔还未断，金碗还未破，水泉边的水棚还未损坏，一股井水的车轮还未歹去，土粉归回内地，灵魂倒转去赐活命的上帝遐以前，着纪念创造你的主。传道者讲，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传道者毋但有智慧，佮继续对民众传授知识。伊佮静静听查考，照次序编排真侪真言。传道者专心找激励人的话，正确记录真理的话。智慧的人的话亲像刺棍，编辑者的话亲像顶条条的钉仔，总是对同一个目者来的。我的囝还有一项，你着受劝诫。注册多，无强进；册读多，身躯会野生。这些事你拢已经听了，结尾来讲，着敬畏上帝，谨慎守伊的诫命。这是做人应尽的本分。人所做的代志，甲一切秘密的事，无论好还是歹，上帝拢要审判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传道书第7章到第12章。